5月1日，中国塔吊司机发起全国统一罢工，全体塔吊司机倡议，塔吊司机属特殊工种，冒着风险作业，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当下物价飞涨，待遇严重偏低，要求月薪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30%，管吃住，上班时间定为9个小时，晚上7点以后加班费每小时按30元计算。此次大规模罢工由18个省份、40多个城市的塔吊司机同一时间参与，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近日，记者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乌鲁木齐市各个住宅小区发现，由社区贴出的为全市常住人口，特别是维吾尔学龄前儿童每天免费提供1袋牛奶，并要求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喝掉。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对此，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利里卡尔卡先生发表声明称，中国入侵者首先禁止出版维吾尔文字各类书籍，想方设法回收民间人们手中的维吾尔文字书籍及科教材料等，关闭维吾尔语学校及幼儿园，进行种族歧视和扼杀民族文化，强迫维汉通婚。现在又将魔爪伸向学前儿童，谁知牛奶里加了些什么成分，进行根本上的洗脑，破坏信仰，善意摧残幼小心灵，使我们的孩子从小生活在恐惧中。现特别呼吁世界联合国成员引起注意，拯救我们的下一代。当地时间5月1日，尼日利亚东北部城市一座清真寺和一处集市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27人丧生，60余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严重，已转移附近的联邦医疗中心接受治疗。马克龙提倡修改劳工法，包括冻结公营机构的薪酬、削减逾10万职位、取消终身聘用制和倡议收紧病假规定等等。自从马克龙推动经济劳工改革计划以来，引起工会组织强烈不满，因此铁路工人展开了为期3个月的全国性罢工，教师、护士和其他工人也在3月加入了抗争运动。亚美尼亚会议5月1日在特别会议上举行的总理选举投票中，唯一的候选人潘尼西扬获得了105票的45票，不足当选所需的53票。拥有58个议席的执政党亚美尼亚共和党的议员投了反对票。潘尼西扬说，抗议者的要求乃是将人民的候选人选为总理。